好耐冇拍片啦，咁啊整一條古怪怪咁樣常常唔識露營常識問答比賽。咁點解會咁咧？就係最近都做緊一啲問答，咁所以咧覺得都可以玩下喎。咁啊，歡迎大家挑戰下啦。咁應該唔係非常難，但係唔係玩開嘅，應該都唔係咁易答嘅。咁試下第一集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大家多人睇咧，可以整下第二集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留言睇下有幾多分啊，或者話我答啲答案唔啱都得嘅，冇所謂，大家傾下偈啫。好啦，咁啊第一題先啦喎。第一題咧就係以下哪種動物咧唔會喺香港露營嘅時候遇到？A 係野豬啦，B 係馬騮啦，C 係牛，D 係狐狸。大家覺得係邊個咧？香港有冇邊啲動物嘅咧？咁野豬我諗好多人都知道係會嘅，就算唔係露營都會遇到嘅。馬騮就淨會點樣搶嘢點啊？牛都會搶嘢食嘅，某啲牛。我諗 D 咧就係應該係狐狸啦，答案。香港應該冇狐狸啦。咁我揾咗啲嘅資料啦，我唔係淨係自己未見過嘅，而係揾啲資料咧。香港野生狐狸最後一次有記錄咧係1933年嘅。咁所以除非你係超級大師兄，如果唔係都唔會遇到啦。好啊，第二題。以下咧邊個地區咧係冇露營地點嘅咧？即係所謂露營地點，梗係指定露營地點啦。X 位啊，或者嗰啲收費營地就唔計嘅。而家講指定露營地點啊，係一個 technical term。咁啊，第一個咧叫大欖郊野公園，係啦。咁啊，呢個好神奇嘅。我 search 翻呢個郊野公園咧，即係你估唔到有啲營地喺呢度嘅。但係佢又歸咗入去呢個郊野公園。咁 anyway，第二個就係大嶼山，第三咧就香港島。第四咧就係八仙嶺郊野公園，特登交八仙嶺睇下會唔會有啲 tricky 咁樣。好啦，咁啊答案咧，如果有睇我 channel 都知嘅，就係港島咧係竟然冇露營地點啊，好神奇。咁所以答案應該係 C 啊。好啦，第三個係啦，都同頭先差唔多嘅，不過呢個咧係問大嶼山啦。咁啊有4個營地，睇下邊一個咧唔喺大嶼山嘅。咁啊，呢啲係啲題相對簡單。A 咧就係南山營地，B 咧就係大浪灣營地，C 咧就係西灣營地。咁啊 D 咧就牙英國營地。係啦，咁我啲片其實都會有答案嘅之前。咁啊呢度咧呢題咧應該就係因為咧其實好得意嘅，即係有啲唔知有冇啲人都係咁，就係成日都係啲人話西灣咧係大浪西灣咁樣。咁所以咧就特登擺咗呢個西灣落去，咁啊大浪西咧就喺即係話西灣咧就喺西貢嘅，咁就唔喺大嶼山，所以答案應該係 C 啦。好，第四題，以下咧邊一個並非啊，即係唔係漁農自然護理署，即係偉大嘅漁記嘅全寫，就係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嘅露營地點。咁啊 A 係貝澳啦，B 咧係昂坪。C 咧都係昂坪，D 咧係芬芳園地。咁呢題咧個 tricky 之處咧係咩咧？就係我講下啦 ，B 同 C 係咪同一個地方嚟嘅？就唔同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漁記網站咧都要特登 highlight 翻咧 B 同埋 C 嘅地區分別，因為個名咧好似一樣，只係爭個土字啲。咁啊 B 嗰個咧就喺馬鞍山嘅嗰個昂坪。即係好多人會去咗個犯法位度，嗰個大草原望住西貢嗰個位咧，嗰個就係昂坪。咁而 C 個咧係大嶼山嘅，係啊，即係近呢個深經簡立嗰一個位咁樣。好啦，咁另一個都 tricky 位嘅就係 D 啦，芬芳營地，有冇人知係咩嚟嘅？有冇呢個名嘅咧嚇？咁啊真係有呢個名。呢個名咧如果比較多人知嘅咧，叫扶輪營地啊。係，不過又名芬芳營地，咁所以反埋落去。咁所以邊個唔係咧？咁啊，好似全部都係露營地點喎。咁但係咧個答案應該係 A 嘅。咁啊，我啲片都有講啊，貝澳營地咧就係康文署管嘅，就唔係偉大嘅漁記管轄。咁所以答案應該係 A。咁啊，典型港式就係有啲陰陰地咁樣。好啦，第5題就係以下咧邊一個咧並非可以由北潭坳出發？嗱，咁你可以拗嘅，因為有啲人可以行幾百里，可以
嗰啲叫四徑都得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要規定咧2小時內係步行嘅，唔係跑嘅，可以去到嘅指定露營地點。咁啊有以下幾個嘅。咁啊，北潭坳係一個熱門嘅即係出發地方啦，咁樣。咁所以咧就第一個就北潭坳營地，15分鐘就點解講答案？北潭坳就好明顯啦，咁啊都唔緊要啦。咁啊15分鐘就到㗎啦。咁啊 B 啊掌上營地，掌上喺邊嘅咧？咁啊諗下先。C 咧就喺鹹田灣營地，好似有少少遠喎。咁係咪北潭坳出發2個鐘去到？D 咧就赤徑，赤徑咧就係行半個鐘到嘅啫。咁到底答案應該係邊個咧？咁啊，首先北潭坳營地頭先講咗啦，就15分鐘到就慢慢行得到嘅，尤其是向下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公廁嗰度落巴士公廁嗰度行去10零分鐘就到，係啦。第二個掌上營地，咁啊點去嘅咧？就係攞車過對面馬路上山嘅，沿住麥徑第3段，咁啊長命斜啊！如果玩命去掌上咧，可以建議喺北潭坳上嘅。咁如果唔玩命咧，就喺掌上郊遊徑上，即係海下路嗰度入，就輕鬆好多，但係都可以2個鐘去到嘅，好穩陣嘅。好啦，第3個咧就係鹹田灣營地。鹹田灣營地咧，有啲人就會同我拗㗎啦，就會話：哇，鹹田灣2個鐘得唔得啊？咁樣咁呢啲即係的確係因人而異嘅。有啲人咧即係個半鐘可以去到東灣，咁鹹田灣咁啊實得啦咁樣。咁啊2個鐘咧，其實正常人咧，你唔好太 hea 咧，係可以去到大浪灣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我 C 都係可以嘅，應該係啦。咁 D 咧就赤徑，如果行咧，其實半個鐘到嘅啫，係啦。咁點解？但係答案係 D 喎？點解咧？因為赤徑咧唔係指定露營地點，咁所以咧你點樣拗咩2個鐘行唔到啊？都係假㗎啦。D 一定係最佳答案。咁呢啲咧係港式公開考試嘅問題啊，咁啊搞到你冇得爭拗啊！呢個係 the best answer。咁當然都可以即係歡迎留言交流分享睇下。覺得不服嘅內邊咁。好啊，第6題咁啊，喺郊野公園露營嘅時候咧，以下哪一項行為係禁止咧？即係唔準做嘅，係啦。郊野公園露營唔準做嘅嘢 A 就係指定燒烤爐生火 ，B 就係取用山水。本來想寫咧取用水塘嗰啲水，但係我後尾都改翻做山水，因為費事咧呢個位又好出奇。咁啊 C 咧就係搭建帳篷，露營唔準搭帳篷。D 咧就係檢查燃燒咁樣。咁啊邊個唔得嘅咧？咁我逐個睇下啦。A 咧指定燒烤爐生火。如果你睇漁記露營須知嗰個網站咧，係呢個係其實一定要咁做嘅。嗱，理論上你喺個廳嘅門口度生火咧，佢可以俾告票嚟嘅。不過就真係從來都唔發生嘅。理論上啊，佢嘅指示咧係指定嘅燒烤爐生火，即係你帶曲石咧，你都喺翻個燒烤爐嗰度用，就唔好喺第二啲地方用。不過呢個咧應該唔係咁樣執行，但係理論上 A 咧係非常之正確嘅，正確到不得了添。咁 B 咧攞山水係 OK 嘅，攞水塘嘅水 tricky 位咧就唔係話你偷咗水務署啲水，而係你可能污染個水塘，咁所以我就改翻做山水咧，就穩陣好多。C 咧搭建帳篷唔會啦，咁唔俾開營咁樣，呢個係非指定露營地點，即係唔喺指定露營地點咧係唔可以搭建臨時遮蔽處，即係包括帳篷，咁所以 C 係可以嘅。如果喺指定露營地點，好，咁答案咧竟然係 D 就唔準執柴燒嘅，因為嗰啲柴咧其實唔屬於大家嘅，係阿公嘅。咁不過呢個咧有冇人拉你咧？我相信都唔會執行。咁所以 A 同埋 C 咧 ，A 就係一個絕對 good practice，而 D 咧係一個踩界，係啦。OK，咁啊，大家可以交流下。好啦，第7題，以下咧哪一個唔係正確露營處理垃圾嘅方式？咁啊有4大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堆填，第二個咧就係一把火燒佢。第3咧就係帶走，第4咧就係放喺指定嘅垃圾收集處。嗱呢一題咧就又係啲 tricky 嘅，正確唔代表係最好啊。咁啊堆填咧係唔準嘅 ，OK， 係啊堆填係唔準嘅，你唔可以掘嘅，係啦，你唔可以喺理論上你唔可以喺郊野公園度掘
骨窿嘅直情，係啦，咁所以整黑衣雞都唔得，燒咗佢得唔得咧？唔好，係啦，唔理想，係啦，但係咧睇下你燒咩咯，你一張紙咁樣冇人會challenge你嘅，係啦，但係如果你燒塑膠啊嗰啲就唔得啦，係啦，咁所以 B 咧唔理想，但係係咪唔得咧？燒垃圾啊，燒一個燒少少紙或者總之乾淨嘅，其實都係 marginal 嘅，係啦。咁啊 C 帶走就一定係 B 啦，係咪？咁 D 咧就放喺指定垃圾收集處。咁呢個咧係啱嘅，但係咧我都覺得係唔理想嘅，因為啲野生動物會攞啦，係啦。另外你放得太多喺度咧，又會引好多野豬啊咁樣，所以都唔理想。最好嘅當然係帶走啦，我哋成日都話帶走嘛。咁但係非常絕對一定唔正確咧，就係 A 嘅啫。OK，係啦，B 就窄界，咁睇下乜嘢咯，係。咁你燒膠袋梗係唔好啦，同埋大量燒垃圾就梗係唔好啦。好啦，第8呢個咧又係我啲片有講嘅。咁啊，以下哪一項咧係屬於可再生嘅露營燃料 ？OK， 可再生啊。第一 A 係火水 ，B 係酒精 ，C 咧係高山氣 ，D 咧係白電油。嗱，咁啊要答呢個問題咧，首先就係你知道咩叫可再生能源啦。化石燃料咧就一定唔係啦。咁所以 A、C 同埋 D 咧就一定唔係。係啦，火水咧係 fractional distillation，即係煉油最頂嗰層嚟嘅。你係啦，老一輩可能用過，即係我呢啲咁嘅老餅。咁高山氣都係化石燃料啦，白電油都就係低幾格咁樣嘅，係啦，即係嗰個分層蒸餾低幾格。咁酒精咧通常都係提煉出嚟，就譬如用即係乙醇啊，譬如用粟米啊、甘蔗啊咁樣提煉出嚟。咁所以咧 B 咧係可再生能源嚟。除咗 B 之外咧，譬如燒柴都係可再生能源。係啦，結婚咧你喺一啲嗰啲叫咩可持續嗰啲樹林度斬啦，就唔係斬咗殺雞取卵嗰啲啊。係啊，咁所以答案咧應該係可再生能源就係 B 啦。好啦，仲有2題啫，咁啊有興趣大家表達下，咁啊又整之後再整，咁啊大家挑戰下動下腦筋。今次係特別好講係香港，甚至咧好似懷疑係咪收咗漁記錢，成日都幫漁記宣傳邊啲可以做唔可以做。好啦，第9題啦，同頭先相約嘅，不過個呢個咧就唔係北潭坳啦，就荃錦坳。荃錦坳即係大帽山郊野公園站落車，係啦，搭巴士上去，咁啊2個鐘內可以去到嘅露營地點。OK，嗱又係講明步行啊，呢個其實有得拗嘅，係啊。A 咧就荃錦營地就躝都躝到啦，係咪？一落車行5分鐘，頂籠10分鐘啊，爬都爬到。B 鉛礦坳，啲人即刻諗荃錦點樣行去鉛礦坳咧？梗係行到啦，麥徑啫嘛，係啦。但係要行幾耐咧？咁啊諗啦。好啦 ，C 咧扶良營地又係好近嘅。D 田夫仔，田夫仔咧如果泥躝咧2個鐘嘅啫，咁所以咧唯一可以有機會坳咧2小時內可以步行咧，應該鉛礦坳。我覺得行咧鉛礦坳應該搞唔掂啊，2個鐘3個鐘起跳嘅應該係啊，咁所以咧我就答案係 B 啦。咁啊大家可以拗嘅，如果你得咧就勁咯。咁啊講完啦，好啦，最後一題啦。咁啊點都要問下啲公共交通工具啊。咁啊香港嘅就係 I go to camping by bus 噶嘛。咁所以咧或者 by mini bus 啊。咁所以咧就加咗呢題，最後一題係啊，暫時呢一集最後一題。咁啊，以下邊條公共交通路線咧係唔會經過北潭坳，因為北潭坳可以去好多露營地點啊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問下大家諗定咁樣。咁 A 咧就係94號，B 咧就係96R，C 咧就係99，D 咧就係西貢綠 van 就7號咁樣，係啊，咁哇即刻上網睇7號係咪得嘅咧？7號去邊嘅咧咁樣？好啦，咁啊呢啲太 factual 嘅嘢冇乜好討論嘅啫，咁就係99號，99咧係行西沙公路，就唔入去黃石嗰邊嘅，咁其他嗰啲咧就會經過北潭坳，但係個終點咧即係94、96R就係去黃石碼頭啦，7號咧就
唔係去黃石嘅，咁啊自己有興趣就出下去邊啦。咁點解擠咗999咧？999就我嚟紀念我嗰陣成日都去水浪窩，咁就9月9號就係去水浪窩嘅。好啦，咁啊玩完咁多先，咁有興趣咧就繼續睇下會唔會有下集啊。咁啊視乎大家反應，咁就玩住咁多先，咁啊係咁先啦，拜拜。